么？跳什么？掐子四。围巾跳什么？掐子四。掐是谁跳？你过去啊！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他旁边作弊。啊？你给我唱太多了哟，真。重来吗？真真没来。曹登哥能不能给真真打个电话？让我看一下你的名字。真真给真真打个电话能不能可以啊？啊，你点一下，没点。给真真打个电话，我们在拍视频，赶紧过来。不是要开始跳不远吧？这个很近的样子。来一个义务这个比赛可以很好，会抓完进来，然后会抓的。男生跳恰的是怎么说？再继续唱吧，真的好听。对啊，乔治好听。还有纺线，你会跳纺线吗？纺线，一个小方线的，纺线好听啊。稍微这是回调吗？也是一首歌，过张脸，对。没忘吗？拥挤跳的也好，那个都好看。跳的好都好看。常驻的大网红。常驻。我看一下这个。拿错了。那这样嘛，还把曲转喊上算了嘛？哦，对的，不一起跳嘛？哎，不一起跳吗？对，多他斗类就是打赏的意思。台湾里面那边就喜欢说斗类。我每天都要看台湾的节目，时事的就5期报新闻，还有那个保洁的那个焦点是那个也好看。还有我的都不知道。老跟你聊了，那搞聊了。要不我讲好的。你们都认识吧？啊，男生哪个？男生哪个？男生。不要讲言呗。孙子，帮我们。那叫什么？要累了有没有力气？开了玩笑，我们俩
谢谢我了，这是拉出给我打个加油啊！现在就打个加油吧，查尔斯很好看的。给点勇气。那我可以拍吗？看，这是谁？拍个那个这不是马拉